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来和观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买电火讲台语。咱讲电火啊，后伊的寿命时间若到，就是一定爱换。所以啊，咱有时会听到厝邻的人咧讲。灶骹迄拍电火一直咧死啊，爱去买来换。即时啊，咱就会当去卖场，也是专业的水电行、电料行去买球啊，转来换。那安尼啊，咱去买电火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来到水电行啊，咱会咧当甲头家讲啊。头家，我要买电火。即时啊，头家可能会问咱讲啊，是要日光灯管，还是 LED 的球啊？会安尼问啊，是因为电火有几啊种啊，互相之间形体啊和大细粒啊，拢差真济啊，无法度通用啦。所以咱若唔知影的时，头家可能会接落来问咱讲啊，是倒位要用的？是直直一支的，还是圆圆一粒的？根据这的资讯啊，有经验的头家大概就会当知影咱要爱是倒一种球啊哦。过来啊，咱和头家的对话就会进入细节的讨论。像讲啊，头家就会问咱讲啊，你要几节几瓦的？节和瓦拢是光度的单位啦，几节就是几瓦，拢共款。若是唔知影要几节几瓦的时，嘛无要紧哦，咱会当甲头家讲啊。我唔知啦，反正啦，要较光的，读册时要点的啦。是讲啊，是夜灯咧用的啦，唔免伤光啊。安尼啊，头家就会甲咱拣适合咱的需要的球啊。最后啊，头家佫会问咱讲啊，你要黄的还是白的？因为啊，电火球啊有两种色，黄色和白色。黄色的光啊，较柔，较适合伫饭厅、伫要困的房间啊。若是白色，就较强烈，适合用伫读册、做工课的所在。经过安尼的对话了后啊，相信咱就会当顺利找到适合咱的球啊咯。复习，头家，我要买电火，要日光灯管还是 LED 的球啊？倒位要用的，是直直一支的，还是圆圆一粒的？你要几节几瓦的？我唔知，反正要较光的，读册时要点的。你要黄的白的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买电火讲台语，咱台湾人啊，自本就是拢安尼啊，你买当试看卖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